你眼前呢條色彩繽紛、可愛到爆嘅魚仔，佢個屋企竟然係一片劇毒嘅海洋叢林。講緊嘅就係人見人愛嘅小丑魚，但你又知唔知點解佢可以喺呢個充滿致命危機嘅地方安然無恙咁生存落去呢？呢個絕對係大自然其中一個最令人費解嘅謎團。一般海洋生物，包括其他魚類，只要輕輕掂到海葵嘅刺細胞，隨時會被麻痹灼傷，甚至即時死亡。但小丑魚就好似擁有超能力咁，完全唔受影響，仲可以喺海葵堆入面左穿右插，自在到好似返咗自己屋企咁。佢哋嘅秘密武器，就係身體會逐步分泌一種獨一無二嘅特殊黏液，好似一層隱形嘅化學保護罩，慢慢適應並阻擋海葵嘅劇毒攻擊。呢個適應過程真係好神奇，呢種奇妙嘅共生關係，唔單止係小丑魚單方面得益，海葵亦從中獲得好多好處。小丑魚會幫海葵清潔身體，食走啲寄生蟲同埋食物殘渣，確保海葵健康。更加重要嘅係，小丑魚會引誘其他小魚嚟到海葵身邊，變相幫海葵揾食。佢哋兩個簡直係最佳拍檔，完美演繹咗大自然最精妙嘅生存智慧。